欢迎收看《萌宠攻略》，我是小龟。大家都很喜欢养宠物，最常见的就是狗狗啊、猫猫啊。但是呢，这几年有一种宠物特别受到喜欢，而且人气是直线飙升哦。它们很可爱，而且看到它们就觉得好疗愈，少女心、少男心喷发的感觉。什么这么厉害？就是它们，好可爱的小兔子哦。他们在吃饲料但是我手上有这个小叶子，听说也可以喂它们你们要不要吃饭？吃饭好不好？没有人要理我。吃饭好不好？还跳开，不是说很可爱吗？怎么这明明这么 fresh 这么新鲜，居然不理我？算了，来到这边当然要找他们的老爸，他们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大哥你好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龟。你好，你好。天啊，这一些都是你的吗？还有更多。还有更多。这边到底有多少只兔子啊？有150只，150只。你如果养1只、养2只就算了，你养150只，但是我看你的身形，大哥。你怎么比较像养狼犬的？怎么会养兔子？因为它不会叫啦，它不会吵，不会叫啦。然后大便也比较好清洗啦。就是不要吵到人就对了。你也是有那个少男心大哥。那一开始听说是小朋友养，是不是？对啦，一开始小朋友在夜市抽到2只啦。然后后来在这边开了这个店以后。就很多人就弃养啊！你现在看到我们有100多只，有一半以上都是弃养的啦。好，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在喂它们吗？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兔子的饲料啦。这是兔子的饲料。兔子的饲料。我看到还有一颗，这个是瓜子吗？还是没有，那是麦片。麦片，所以他们平常就吃这个。平常这样倒就会吃了吗？这个平常他们的主食啊。原来是吃这个，他们的主食一晃之后就有更多兔子来。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时候要吃饭满坑满谷的兔子虽然说看不到上百只，可是我觉得光是这样看也很壮观，而且它们好幸福哦，因为每只都又肥又大。大哥，来，大哥，大哥来我这边。那我问一下你平常除了喂它们吃饲料，它们还会吃什么？像我手上这个是地瓜叶，这个他们也不可以吃太多了，吃太多他们会胀气了。是，这个纤维质比较高啦，兔子专用的。他们还会吃牧草，是不是？对，田园麦草，就是你现在看到地上这个田园麦草。然后我看到很多5颜6色的兔子啊，这边大概有哪些种类的兔子？我们跟下来看看好了。这种叫狮子兔啦。这个是狮子兔。它的特征是什么？狮子兔就是它的毛啊，你看它蓬塞塞啊。这个是狮子。这个就雷克斯啦。这一只是雷克斯。这是雷克斯啦，差在哪里？我怎么看长得都一样？没有啦，它比较大只啦，跟我差不多大只啦。那不得了，吃得很好哦，大哥。对，没有那个种不一样啊。是。这种一般叫道奇兔的啊。道奇兔，就是你怎么喂它，它也长不大啦。它就这样子而已啦。就是这个大小可爱的。像这个也算雷克斯啦。这个，这个也算雷克斯啊。是不是有一种它那个耳朵会这样垂下来那种？垂下来的，这里有吗？有。也是有，只是还没有来吃饭。还没有来吃啦，天啊，光种类很多啦。兔子就有一大堆的种类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就应该有7、8种啊。它们的嘴巴好可爱就这样一直动。你看它吃东西，你就觉得很好吃啊。真的。那大哥，我问你，它的细嚼慢咽啊。像我们养猫啊、养狗啊，都看得出它的情绪，开心、难过这样。兔子怎么看？其实兔子，你看它有没有受到环境紧迫你光看它躺着睡觉的时候。它是跟人一样嘛，那个四脚朝天，它表示它已经放松警戒了。如果它会紧张或者有听到声音大声的话，它会跺脚，会警告它的同伴，叫它同伴要小心，有东西已经要进入他们的范围。那他们放松的时候也会像那个狗啊猫，对，然后整个趴在那边，它会趴在地上，整个趴在那边。然后放松兼散热啦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像他们现在吃嘛，等下吃完的时候就会看到全部的兔子都趴在那边啦。尤其是趴在土堆它挖这个土堆就是这种土堆就是头向外，然后整个兔子趴在那边让它散热这样子。那兔子它到底是像我们那个看到这样很可爱很温驯，还是说其实它脾气也不太好？它不是脾气不好啦，因为它们有区域性啦。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兔子公的
都我们的兽医师把它阉掉了嘛，结扎，它就没有那种肾上腺素那种问题啦，因为是阉过以后比较温驯，就比较温驯啦，就会也比较长得圆滚滚的啦。哦，真的，你每一只养的胖胖的、大大的这样。对，这个游客来或是大家来这边吃饭，来这边看兔子啊，这么可爱，他们如果会不会想要跟你就领养，或者说这只送给我这样？基本上我们都不要啦，都不要，是不是？它换了环境哈，它很容易死掉啦。真的，它会环境紧迫嘛，跟人一样嘛。你到了环境，你要去适应环境嘛。它的环境不好，你不适应环境，你会离开。可是他没有办法离开嘛。那我送给客人，就是判他死刑啊。没错，也不让人家追，也不可以抱他，因为他的指甲太长，他会抓伤你，把你抓流血。了解。所以其实这里的兔子，通通都是大哥的爱，每个都是小宝宝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们继续来喂它们，好不好？来，吃一点叶子嘛，亲爱的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兔子聚在一起哎，每一只都毛茸茸的，看起来非常可爱，加上看着它们吃饭的模样，真的是萌到让人很想直接带回家。哇，从白天看兔子这么可爱，慢慢的它们吃饱饭，越来越有活力哦。可是啊，人家说狡兔有3窟，大哥，真的有这么多窟吗？不止啦，因为我们看我们这边600多坪的挖了，我看没有100个，也有50个啦。你应该有上百窟哦，像我前面就有一大窟。哎呀，这个是他们挖的，是他们挖的，不是你挖的。他挖得很深啊，我进不去啦。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他们挖得很深呐。哎呀，真的耶。那我问一下哦，这个窟这么多窟这么多洞，他们是互通还是各个一窟一窟的？都有啦。像这他挖得很深呐。哎呀。像旁边那边哈，因为它这没有遮蔽物嘛，对，它这边有遮蔽物，他们就挖得四通八达的。哦，所以他们这个窟是在躲藏的，是不是？白天休息的，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白天睡觉休息的，哎呀，晚上才出来哦。晚上出来，因为它是几乎等于说夜行性的动物啦。所以兔子是夜行性的动物，晚上不睡觉的。真的，越夜越嗨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他们有窟可以躲，那晚上再出来玩。然后旁边这个嘞。这个是我们帮他们特制的那个兔子窝啦，因为下大雨淹水的时候，它那个洞就没办法躲，它一定要进来这边的。躲雨，一定要进来躲雨这样子。是，我们特别为他们设计的兔子窝这样子。好可爱哦！所以这里也有住兔子，我现在只有看到2、3只哎，还有其他的吗？那我等一下叫它出来了哈。好，你叫它出来。好来，怎么叫？加崩哦！来哦！加崩来放饭喽！因为你看现在天色这样子啊，它越暗，它精神越好。你到明天早上9点之前，这个整片600多坪都是满满的兔子啦。没有来真的想象不到，兔子是夜行性的动物，它不睡觉的。所以我们晚上这边的灯都有做定时给它开这样子。是，但是大哥，你这样上百只的兔子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新手养兔子的建议？其实建议说不要养啦。这么残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买的时候入门成本很低，没有错。可是你要给他看医生，有的没有那个成本都不会输一般的宠物啦。而且我们这边有一半以上，有150只嘛，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弃养的。所以以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养。好，但是认真讲，他如果真的3思熟虑，思考完之后，他觉得我真的好想养兔子，那他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？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环境。兔子一定要给它喝水啦，可是你环境不能太潮湿啦。是，要不要常陪它们？陪它们，那你是一定要的啊，因为你不是买一个玩具布偶放在那边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养这种兔子，你就是要跟它培养感情啊。是，它从小跟你养，你从小这样养它，它跟你就有感情。是，你像我们刚才我们里面有2只都是人家养的。我坐在那边喝茶的时候，他们要吃东西，他就会跑来找我们啦。OK， 表示他要吃东西嘛，代表他们都认得你是老爸。他把我当他妈，太可爱了吧！而且我听说你也会帮他们请医生来健康检查。一定要的，我们每个礼拜来1次到2次，然后看有比较严重的就要给他打针吃药，或者甚至兽医会带回去，因为他碰到他在户外，他有水，他跟羊一样嘛，他接触到水，他脚会痛，可是他不会讲啊。可是你看他一边走路一边在甩手的时候，他不是在打外单弓，也不是打甩手弓啊，他在跟你讲说他的脚在痛或者手在痛了。对，你们一定要去注意啊！我们打这个针就是打
它这个甩手，因为它那个脚就像人的蛋嘎一样肿起来了，没错，它已经肿起来了，它已经没办法走，它走2步，它甩一下，一多的挨啦，它不会叫而已。可是你要知道它，你真的养它，你要知道它的习性，你要赶快带它去宠物医院看医生。哇，大哥，你这样真的是铁汉柔情哈，钢铁的身形，然后真的是超级爱护这些上百只的小可爱们这样。其实就跟自己小孩一样嘛，真的都把它当小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听说医生有来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找医生，好好聊一聊，来告诉大家到底要怎么照顾兔子呢？现在养兔子的人啊，真的越来越多，像肖大哥这边就有成群的兔子，但是你知道，你真的够懂兔子、够了解兔子吗？其实啊，肖大哥这边的兔子啊，都会固定有医生来健康检查哦。今天趁这个机会呢，就来跟医师讨教一下这些兔子的妹妹嘎嘎。洪医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龟。你好。哦，我们眼前就有一只很可爱的兔子，哎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讲，我们要怎么固定它，或是怎么抱它？通常像我们现在眼前的这只兔子，它是比较稳定一点。对。那如果说你想要跟它有一点亲密的动作的话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试着去用你的手，那先做一个安抚的动作，那再抓住它脖子后面的这一段皮毛。这边哦，对，是这个地方哦，反而是抓这里是好的，对，抓这里是好的，因为一般大家可能会很想把它抱在身上啊，对不对？抱在身上的话，兔子它一紧张，除非它已经跟你很熟识了，或者你可能已经养它很久了，它对你很信任，不然你抱住它的话，反而对它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行为，它可能会有兔蹬，会跳。我知道兔子是不是脊椎蛮脆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兔子的脊椎是蛮脆弱的，所以在抱的情况，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。对，就是以不伤害到它为主，因为它们在踢的力道是很大的，可是因为兔子的骨头算蛮纤细的，所以它可能在踢的时候，忽然就咔。然后就后面就都没有知觉，就断掉了吗？对，然后就断掉，你外表是看不出来的，可能你会发现说，它就忽然后半身就软软的，啊，你怎么捏它的脚啊，它都不会动这样子啊，所以你看抱兔子真的要有正确的姿势哦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像啊，我们一般如果想养兔子啊，我们可能领养回来或是买回来，我们要怎么看它们健不健康？因为每一只都看起来好可爱哦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先整体来看看它的毛发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兔子，它的毛发就是亮的。那如果不健康的兔子的话，有没有？你一看就会觉得它的兔毛脏脏的，有点像破抹布用过的抹布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看它的眼睛，它眼睛也是明亮的，眼睛也很漂亮。它眼睛这只算蛮漂亮的。是。那再来就是养之前稍微看一下牙齿，对。它牙齿是正的，那也没有过长的情形哦。那鼻子、嘴唇这边红润的，没有苍白，代表说可能贫血的状况比较没有发生这样子。那全身给它摸一摸，看有没有毛球之类的。那再来就是可以掀开它的脚。兔子很常有皮肤病，那你的耳尖的部分跟脚的部分可以看看。如果说像这样就是干净的，那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些血屑的话，大部分在耳尖跟脚的部分，是一些血屑的部分的话，有没有代表说它可能有一些潜在的皮肤病这样子？摸完之后，你看摸肚子，软软的，大部分就都是 OK 的。那它算是很标准的健康宝宝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算蛮健康的。那像啊，兔子那个毛这么多啊，我们台湾天气又这么热。我们在养猫养狗都要帮它剃毛啊，或是帮它洗澡，它需要吗？其实如果你的环境温度够 OK 的话，有没有？是不一定要帮它做一个剃毛的动作。而如果说你的环境真的是比较闷热一点的话，它是可以剃毛的。对，它是可以剃毛的。那剃的部分是一样是后颈这一段到屁股的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它们是散热比较多的地方。哦，它们散热的区域在这里哦。对，兔子是怕热的吗？兔子怕冷也怕热，很娇贵呢，是不是？那会不会也要像猫咪一样，就是要梳毛？它们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是
要做一个梳毛的动作，因为你如果毛没有梳的话，有没有？兔子的毛很绵密，对，所以它很容易就打结。像这个就是打结的部分。那打结要怎么办？像这一种的可以直接拔掉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直接轻轻的拔掉，像这一个比较有结球的地方的话，有没有？它就需要一个剃掉跟剪掉的动作。我们可以帮它梳毛吗？可以啊，医师来教我示范一下。像这个是真梳，前面圆圆的，对，这个就不会刺。那轻轻的从背后慢慢的往后梳，这是顺毛梳。那如果它有多余的毛，有没有就会被你梳下来，轻轻的就好，因为它们皮是很嫩的，轻轻的就好了。顺毛梳之后，可以慢慢的逆毛梳个1到2次，也要逆毛梳哦。对，它会把里面已经卡在皮肤的部分梳起来，你可以再小力一点点，对，再小力一点点。那它的工具是这个最常见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这一种是最常见的。那因为背部的地方你是很好处理的，如果是腹部的话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拿这种排梳，排梳的话可以梳一些腹部的地方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抓起来，你轻轻帮它梳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一个。哦，好可爱哟，太可爱了吧？这里吗？轻轻的，肚子会比较敏感一点。有，好，轻轻的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就继续来帮它整理一下哈。好，来。兔子虽然是小小一只，但是要照顾它们的健康，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注意。不管是从外观、饮食还是气温方面，相信主人们只要多花一点心思，爱兔就能得到更好的对待哦。来哟，小兔兔吃饭喽！都是饲料，吃饭了啊！医生，我们现在来这里，我发现一件事，这里的兔子都很小哎。对，这一区是什么？这是幼兔，大概2到3个月大的兔子这样。是，对。所以他们现在这么小只，要特别的隔离吗？因为这边算是一起饲养的，所以说这些兔子它们还太小了，如果放到大家一起生活的地方，第一个有可能会被欺负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这有些小公兔还没有结扎，那它有可能会再跟其他的母兔交配到，那就又源源不绝的生出一堆小兔子出来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，他们不是小朋友吗？小朋友这么小就要结扎，还是这么小就有繁殖能力吗？他们大概2到3个月之后就会开始有脐橙的动作。那你大概4、5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只要被他们配到，就有机会中奖。兔子的世界这么的早熟，4、5个月就好。那我问一下，他们的繁殖力是很惊人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以这边的天气来讲，他们一胎大概是4到6只左右。医师，我问一下哦，你刚刚说这边的天气，所以他们的这个生的小宝宝的数量跟天气有关系哦。以我们屏东来讲的话，是属于比较炎热的部分。那你越炎热的话，就有观察这边的兔子大概是4只到6只。那你在北部一点的话，可能天气比较寒冷的关系，它们生的数量有时候可能到6到8只都有可能。所以天气比较冷的话，反而生的会比较多。对，是有机会。可是当然也跟兔子的品种跟身体的长度有关。对，所以它如果说身体越长，它还是有机会生的比较多。你说是因为容易装的更多，会装的更多一点。你刚刚说2、3个月的兔子就会有脐橙的动作。对，那它们如果真的怀孕了，大概多久会生出兔宝宝？大概32到36天左右。哦，这么快？你31个月多一点点呢？对，它会生出像这样小指头大的没有毛的小兔子。那我问一件事情哦，人家说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我现在这样看这些兔子啊，每只都长得好可爱哦，可是怎么看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如果说你是已经成兔了，那你就可以从那个外生殖器，公兔的话会有很明显的外阴囊跟睾丸。你可以随机让我看一下它是公的母的吗？好、啊，这边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完全不知道谁是男生谁是女生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抓这只好了。好啊，它在我的脚底下。这一只，真的看不出来耶。你脚帮我稍微摸开。
把肛门后面的地方往后推，然后用你的食指凸出来，这里就是生殖器。那是什么？前面这一块就是生殖器。小鸡鸡吗？那你看这个圆形的，这是圆柱状的。我们这样把生殖器推出来，这是圆柱状，这只就是公的。这只就是公的。真的要仔细看。对，它要推出来才看得到啊！你如果手放松，它是这样子包在里面的。原来兔子好，我们不好说。所以它是公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女生如果推开它就不是一个圆柱形，它是一个像一片一横这样子。好，原来兔子是这样子看的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很可爱耶！但是呢，养兔子你可能想象中很简单，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哦，而且真的要三思。如果你有办法照顾它一辈子的话，我们在有万全的准备之下，再来决定要好好的养它。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真的不要轻易尝试，对不对？谢谢医师耶，谢谢医生。要善待自己的宠物呢，了解它们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哦。现在我来到了台湾的爱兔协会，知道来看小兔兔，我带了2根胡萝卜。这里的小兔兔呢都是弃兔哦，但是在志工还有善心人士他们的照料之下呢，其实得到很妥善的照顾，而且呢妥善照顾好之后就开放了领养。不过领养可是很严格的哦，一定要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主人。但是养兔子到底要具备什么专业知识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所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达人登场。立文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龟。你好，我是立文。你的手上有一只好可爱的小兔兔，它是谁？它叫做 Morning Call。它是什么兔兔？它是斑点兔。这是可以摸的吗？可以啊。呜呼，这么可爱！它也是弃兔？对，没有错。不敢相信哎！你看这么乖，这么可爱，这样看起来就是很萌。然后你看后面这边一整团拉苦都是可爱的小兔兔，都是被弃养的。对，没有错。狗狗会被弃养，猫会被弃养，现在是连兔子都会被弃养。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兔子呢，相对于猫狗取得比较容易，而且它们价格也比较低。但是呢，有很多民众可能他就是专业知识不足啊，然后就是看可爱就带回家，回家养了之后才发现，就是自己可能不适合，很多的理由之后，就是没有循正规管道把它送养出去之后，就把它乱丢。真的不行哎，因为第一个是兔子可能取得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去逛夜市都看得到，然后可能价格也没有说真的像狗啊猫啊，你真的去买这么的贵。那第二个是大家没有想清楚啦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想清楚。所以这样兔兔被弃养，那来到这边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特地带了他们最喜欢的胡萝卜来慰劳他们，他们可以吃吗？他们可以吃微量，但是没有办法一次吃那么大一根。你说这2根对于他们来说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的含糖量啊、淀粉含量啊都太高了。如果是吃一整根的话，对他们的肠胃还有他们那个维生素 A 都有可能过量。真的假的？负担太大哦。对，这算大餐是不是？对，就像人类的鲜奶油蛋糕的概念，就是不能一口气吃一个那么大一个。我如果是兔子，我一定好想吃哦。可是我有问题。不对啊，我们看卡通什么的，兔子不是都吃胡萝卜？对。那why？那是因为就是1940年代，不是有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动画，有个兔宝宝。对呀。他手上都会拿一根红萝卜在吃。这样吃掉。对，所以呢，小朋友看到那个动画就会误以为说兔子都是吃红萝卜的。但是实际上兔子的主食是牧草。兔子的主食是牧草哦，所以在我眼前这一坨拉苦，我看起来，都长得一样的这些东西，就是他们平常吃的。对，没有错。可是我怎么看他们都是草啊？这个差在哪里？你左手的呢叫做果园草，右手的叫做提摩西草，2种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。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，可是其实我截然不同，对不对？
还有一些比较特别，像这个长得就再深绿色一点点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叫做木树草。它们也是天天都要吃吗？是幼兔跟怀孕的母兔需要天天吃。那像 Morning Call 这种成兔呢，它就是比较适合当点心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含钙量跟蛋白质含量比较高，就是兔子吃多了，可能就是有可能造成结石呢，或者是容易发胖的问题。哦，太营养了，对，是不是太营养了。所以这个 Morning Call 你如果当 buffet 吃，你就会变太胖啊，这个不行。好，然后这个很特别，我看到一个，怎么会有花？干燥花他们也可以吃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，花也吃，可是也是点缀用吧？对，因为你刚刚说到香草，一定就是香气啊，或者是一点点小点心的概念，它有一些对不对？营养成分是其他牧草没有的，所以我们也要补充给兔子吃。好，所以我还有看到这个，我就知道这个就是小果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当然就是也是当点心吃喽，像是哦，好香，这芒果干这人也可以吃。你要吃吗 ，Monica？给你吃一点。他现在不想吃。因为他看镜头会紧张，没关系对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紧张。今天我们帮他准备一盆兔兔专用的，我们日常生活补充健康五蔬果的兔兔沙拉，好不好？好哦那你教我怎么做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做，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震撼？原来兔子的主食不是红萝卜，而是这些牧草哎，是不是很难以置信？而且为了兔子的营养，还要不时的变换一些牧草的种类，才能让它们均衡饮食哦。耶，小兔兔的专属沙拉完成了，如何？非常好哦。七八分，对，营养均衡，健康无蔬果，而且纤维量很够哦。哦，这一只今天很幸福哦，特制的给你。它应该闻到果干就哦，来喽，有哦，很容易就会过来吃的哈。所以它像它这样的体型，这样吃够吗？以它的体型来说，要吃2盒才够。对，小 case 而已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果干还有这些牧草都是他们必须的。那我问一下哦，就是传说中，比方说我小时候养也是这样，说兔子不能喝水。其实没有任何动物是不需要喝水的，哦所有的动物都是需要喝水。那为什么会觉得兔子不能喝水呢？因为很多人小时候养的兔子都是幼兔，幼兔的肠胃状况比较不稳定，然后喝水就会容易拉肚子。但其实它们还是需要水，只是要控制一下。哦，对，幼兔只有幼兔。那等到它们肠胃状况比较稳定，已经成兔的时候，那水是可以无限量供应的。其实就跟我们家里一般宠物一样，你放个喝水的设备，对或者说放一盆让它自己渴了就去喝嘛。对啊，怎么可能有动物不用喝水？是不是？对好，所以打破迷思。对第一个是不能吃红萝卜吃太多，第二个是他们是真的要喝水。对。好，那除了在食物上面这样子之外啊，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？特别注意的事情吗？它的牧草需要无限量供应，对，他们就是像吃buffet一样，然后就是吃多少，他们要吃多少就给他们，没有关系。那如果像果干这种东西的话，就要限量，对，因为这就是小点心。小补充品。对，那如果出去呢？比方说，到草地上去啊，或者是说去外面，他们真的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吗？还是会不会担心有什么不能吃到？那我们就比较会担心，它如果吃野外的植物呢，会担心就是怕会吃到寄生虫的虫卵，或者是那个草地如果有就是民众有喷洒农药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化学肥料的话，怕兔子吃到会中毒，所以需要特别留意。所以照顾兔子都要特别的小心哦。看来你知道养兔子也没有那么容易耶。首先就是牧草要buffet吃到饱。好，到底要养一只小兔在家里，还有多少事情要注意呢？继续看下去吧。在我手上有一只好可爱的小兔兔哦，然后它居然也是气兔哎，这么可爱，怎么舍得？旁边这一个也是，凌云，你的这只也是气兔？是，它算是就是不当饲养的案子里面的其中一只，就是气兔。
我的也是七兔，它也算，也是不当饲养它是。不当饲。我这只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宅救补，好可爱。那你的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叫和乐融融。和乐融融，你一定有偷吃别人的东西哦，怎么变那么胖？它的体型就是这么大只。是，但我这样抱它们，我都觉得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，就是哦，太可爱了，太萌了。所以兔子的性格就是这么的温柔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它们其实都是跟猫咪狗狗一样，它们都有自己的脾气跟个性。那如果以大数据来说，兔子的性格大概可以怎么说形容它？其实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发情，其实是还蛮好色的。对，就是它们就是，所以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就是做怀孕的动作。你看不出来呢哈，点点加三万公里你哦，对，居然是好色对，的，它其实脾气蛮差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既是脾气又差，然后又好色哦，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呢哈，哎呦，在想什么？你这脑袋瓜，哦，那他们会打架是不是？会打架，就是在抢地盘的时候，就是很容易打架。啊，我今天没有来，完全不知道兔子的个性这样子哎，以为就像卡通看到，可能觉得很温驯啊，很温柔、很害羞这样子。原来你看，要养兔子也要知道它们的性格，那包括像我们前面介绍它到底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刚刚我在前面看到的笼子，好像跟我现在后面看到的笼子长得不一样哎，这个是讲5星级的吗？协会的笼子会长这样，是因为我们要大量饲养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比较大量，有木板隔开，就是完全隔开，除了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它会比较安全感之外，但是他们发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喷尿，或者是隔壁有就是邻居，他们会想要就是可能会引起他们有打架或者什么的动作，所以隔开的话就是会比较安全，然后也比较卫生。OK， 所以在家如果真的自己想养兔子的话，不用到这个程度啦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在家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设备给他们呢？还是你带我去看看？好，那你带我去看看，走。经过达人的介绍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跟兔子一点都不熟。所以说，想养兔子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只看兔子可爱的外表就冲动饲养，以免害了人家呢。到底要养小兔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环境跟设备呢？林宇，在我们目前眼前看到这一整个 set 就是最标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底要具备哪些设备？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兔笼是要符合，就是看这只兔兔它的体型跟大小，然后它的就是长宽高是要它能够做伸展的，然后在里面的设备呢，就是要有一个便盆，这个是他们的便盆。对，那便盆里面你可以用柠檬酸或者是松木沙，那也有人是用尿布垫，就是做吸他们的尿的。好，这是他们的家的厕所。对，这是他的厕所。好，那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他们用来就是装饲料用的食盆。我们会用就是比较重的陶瓷碗，他们在移动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翻倒。哦，连这个都要想到哦，是不是？重一点点才不会翻倒。好的，吃饭用的。然后看到这个这很常见，对，喝水的饮水器。然后旁边还有放一个水碗，这个也是重的呢。对。如果他会用饮水器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用水碗，因为用饮水器的话，其实比较不容易脏掉啊。对，只要定时更换就好。但是水碗可能会因为毛或者是环境的脏污，它就是很快就会容易脏，就是要很常换。好，所以如果不会用饮水器喝水的兔兔，就帮他准备一个喝水的碗。然后这个当然大家不陌生，刚刚介绍过了牧草。对，就是他们的草盆，可以用草盆，也可以用草球。那就是原则上以安全为主，就是看它的头啊大小。如果说它的头真的是很小，那我们就不建议用草球，就是用草盆比较安全。好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设备啊，借我过一下哈。好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哦。你把那个便盆放在那边，它就会上厕所的吗？还是说像我们狗啊、猫啊会训练它厕所，或者说训练它一些事情？兔子也是吗？会，刚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会先观察看看它习惯在哪一个角落上厕所。像
如果它比较偏好在这个位置上厕所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先把便盆放在这个角落。对。那在放了之后，我们也会把有它味道的可能便便，或者是之前有它味道的尿啊的东西放在里面，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拿来上厕所的。但是分为几种状况，有些兔子是认便盆，就是说它认了这个便盆之后，你把它放任何一个角落，它都会到便盆上厕所，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状况。但是第二种的话，就是它认的是角落，就是说你便盆放在这，它就在这里上厕所。那如果它认的是角落的话，你把它移开，它还是会在这里上厕所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它讨厌便盆，所以他喜欢在这个角落，他就会把它移开，把它拆掉。对，他不需要厕所，他会把他的家具移走，然后就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去做他们家具的摆设。对哦，你看养兔子也要很有学问哦。OK， 那现在很多人会把他养的兔子啊拿去外面，带去外面啊散散步、晒晒太阳啊。那带去也是像狗狗、像猫猫这样用牵绳吗？会，他们有他们自己专属的，就是兔子的牵绳。哦，对，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的是像这样套脖子，然后再绑在肚子上。借我看一下，像这种就是脖子有套，身体也有套的。对，这种相对也比较安全，也比较稍微舒服一点点。对，不会就是要符合，就是要试看看他们的脖子，以大概1只手指头的松紧度，因为太松，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挣脱了，所以其实要稍微就是符合他们的身形。对。那如果我的兔子真的很有个性，我就是不想穿，怎么办？他如果不喜欢这个是有别种款式，就背心型。那真的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用宠物的推车。对，还有宠物推车。你说像婴儿这样子那种吗？对，用宠物的推车，然后他们前面会有一些就是网格式的网罩。那就是出门的时候，就是网罩要把它放下来，因为我们除了要防止兔兔就是自己跑出去之外，也要防止其他的猫咪狗狗因为好奇就是直接就弹进去那个笼子里面。所以现在要养兔子，这一集看完更知道了吧？你要有非常完善的设备，重点是你要爱它，然后要有耐心，然后以认养代替购买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林允内，真的学了一课，谢谢你。在台湾想要养动物，不用急着带回家哦，因为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小乐园啊、动物天地啊，让所有的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可爱的小动物。今天来到这边，太特别了，从走进来到现在，到处都是小动物的声音在欢迎我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有一位来自越南的保育员，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达人美仙。你好，我是小龟。等一下。这边有点太天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访问你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特别来宾，他是谁？他是姜母鸭的鸭。你很可爱。OK， 我不要乱想。但是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喂红鹤吃早餐。后面是红鹤，对不对？对。红鹤就是脚长长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很可爱，白白的这样，然后用一只脚站着哈。对。哎，你在喂它哦。对。你这样喂，这是它要吃的饲料吗？对，它们的饲料。红鹤专用吗？对。哦，很香哎哦。啊，你在捡我掉下来的饲料吗？对。太可爱！来，是直接这样给它吃就好了。对。好，我叫它，它会来吗？我叫会来，丫丫来。所以这些都是你养的。对。那你是从他们小就开始养？对。我听说好像有一只跟你很熟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从小我养，它叫丫丫。他们也认得你哦？会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动物要养，你自己喜欢养小动物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养动物了。是因为家里有养吗？对，家里小的时候妈妈有养鸡，还有鸭，还有猴子、鸽子。
好多哦。可是怎么会养猴子？就玩，跟他玩，猴子很聪明，很聪明，所以很可爱。很可爱。好，那你在越南这样养，你在台湾养吗？在台湾这里没有养，公司在上班地方有养很多动物这里就不养，养小孩。家里养小孩。对。那我问你，养小孩跟养这些动物，哪一个比较辛苦？一样辛苦。妈妈好伟大，为什么你要照顾他们什么事？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讲话嘛，你每天喂它，还有看它状况，看它那个今天精神哪一只好不好？对，要注意。所以从早到晚就是真的也像他的妈妈一样这样照顾他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在这边负责的是哪个区域？我负责是可爱动物区。可爱动物区有什么动物？有羊猪还有小白兔还有红鹤，还有鹦鹉。好多小动物哦。那我今天听到一个 keyword 小白兔，我有机会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那你带我去看好不好？好啊。好。也要跟我一起喂动物。好，我当你的小帮手好不好？先喂他们吃早餐。来。照顾动物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，更何况要一口气照顾这么多动物，真的是需要相当多的爱心和耐心啊！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，也来体验一下动物保育员的工作吧。好的，现在来到了可爱动物区，而且这里真的好可爱哦，好多兔子哦。等一下有天竺鼠，对不对？对。天啊，你知道小时候也会养兔子、养天竺鼠啊，然后都会帮它铺木屑啊什么的，就一个小箱子在喂养它们。我现在就在一个这么大型的小箱子里面内啊。我们要喂它们，这个是什么饲料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手上这个呢？是甘草。必备一定要吃的必需品。我们来喂它们吃饭。来哦，小兔兔，还有我们天竺鼠，加崩啊！吃饭了。所以美仙，我现在看到这一堆，这个都是木屑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要铺木屑？木屑可以吸收尿尿还有大便。所以会保持它的干净干燥就对了。对。好，那其他也要有小房子吗？有小房子可以躲，就是想睡觉可以去那边躲。因为他们是需要躲起来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比较好奇一点是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养天竺鼠就养天竺鼠啊，养兔就养兔子啊，为什么这边会把它们 mix 在一起呢？因为他们认识很久了，不会打架。不会打架哦。对。如果说小白兔外面的人不要养，送给我们养，就兔子跟兔子会打架。你说陌生的兔子跟陌生的兔子其实会打架的，对，个性的问题，对。但是这边的不会是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很久了，不会打架。就是已经住在一起很久了，都是家人的关系了，就对了。所以天竺鼠跟小白兔就不会互相的有一些打架的状况。对。好，等一下问你哦，像这些小兔兔、天竺鼠这么可爱，那很多的游客会来啊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提醒他们？有啊，他第一次是来买红萝卜喂兔子，我都会跟他说，兔子不能是红萝卜，是甘草饲料。吃甘草跟吃饲料，因为红萝卜吃太多会拉肚子，兔子会拉肚子，对不对？其实卡通这样其实对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看到这个小兔子就知道，其实不太能吃太多的红萝卜。对，好，还有什么事？还有就是客人都想要抱起来玩，太可爱啦！可是小白兔的比较胆小，它会怕、会紧张、会骨折，摸摸就好，不要抱。是，其实这样子他们也跟你不熟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这样突然抱，他也会吓到啊。所以这么可爱的小动物，大家就是还是远远的看，或是喂他们可以吃的东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下次知道要注意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喂他们吃饭，好不好？来。每一种动物都有不同的个性和习惯，如果还不清楚，真的不要贸然的喂食或碰触，不然很可能会伤害到彼此哟。刚刚在可爱动物区看了好多可爱的小兔兔，但是现在我来到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兔子就是要在草原啊，那种奔跑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佩佳，嘉龙你耶，对，拢我的。你平常跟美仙这样照顾可爱动物区还不够，你还要养这么多兔子？对呀。他是谁？
它是麻吉麻吉好乖哦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我的是麻吉，你的是谁？棉花糖，它是棉花糖啊，棉花糖在洗脸呢。然后这只是芝麻，芝麻，那只是奶茶。天哪，你上班1打100，下班1打4这样，对，所以可见你真的很爱兔子哎。那兔子很可爱，你觉得它们很可爱？对呀、但是你自己这样子养，你也会带它们出来玩？会。那你带它们出来玩的话，你会不会特别一定要哪些绝对必须的配备？牵绳，这个对，牵绳是一定必要的。对，因为以防它暴冲，你没办法抓住它。哦，还有嘞，会有一罐喷的哦，喷在它们身上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以防一些寄生虫什么的会卡在上面。是，所以如果带它们出来玩的话，其实基本的配备还是要有。对，牵绳可以控制它们是最安全的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样子，你带它们出来玩会不会特地准备一些小零嘴啊？会啊，会准备一些果干啊、牧草啊，可能饲料啊。那你这样子养啊，然后园区里面也这么多兔子，它们这么可爱，交个朋友会吗？不行，兔子有很强的地域性。不认识它，看在一起就会打架，很常会打架，然后都会咬受伤。它们不需要朋友，它们不太需要，它只需要主人的爱。他们只需要主人的爱，然后朋友 no， 我不需要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那想要养的朋友，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衷心的建议？要做好准备啊，就是金钱上啊，一些资讯你都要先去了解。不然很容易就是会造成弃养。支持那个领养代替购买。所以其实这样一整天看下来，这么多可爱的小兔兔，但是不论你喜欢养兔兔、养狗狗、养猫猫，其实说出来像你讲的，真的是要想清楚，你有办法给他一辈子满满的爱，你有办法负担这些金钱的花费，或是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可以支持，你觉得都考虑清楚了。有办法，我们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对不对？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养代替购买。对，不要说你觉得不能养了就把它抛弃，这样是不对的行为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你们好幸福哦，对不对？谢谢你耶，我们回来下次见。对啊，他们他们都会倚靠在那个边边。对。